很冲突的画面。啊，我只是练习而已啦。本来有带 dancer 的，然后今天还是有带，然后我带了2位我们部落的年轻人，我们一起欢迎马少还有林度。那今天我们也都穿了阿美族的男生的礼服，对，不要压抑，我们不是为了舞娘穿这个表情，是本来阿美族南边就都兰部落的男生的礼服本来就是短裙，没想到今天好冷哦，没想到穿丝袜，听说丝袜可以防冷，露色。好，先唱这首歌，我们的约定。Yeah.